其實我係出生喺一個中產家庭裏邊，所以其實我對基層一路都冇負擔。後尾我去到禧福協會裏邊服侍，禧福其實係一個好前線服侍基層嘅機構，服侍露宿者啦、風塵女子啦、地盤工友啦，或者係邊青等等嘅。直到2006年前身福事工李建華牧師嘅安息禮裏邊，聖靈就話俾我聽話，你係前線敬拜嘅服侍者，你喺台上邊好多人見到你，你會有好多掌聲、好多資源。但係如果你服侍貧窮人，冇人會知道你做緊乜嘢，你冇掌聲，亦都冇資源。但係如果佢係我心上嘅人，你可唔可以貼緊我，同我一齊分享呢個心？當時我啲眼淚一路係咁流落嚟，我知道上帝喺度邀請我去進入一個超越咗我喺人前服侍嘅一個狀態。當時我知道我需要回應上帝，其中一個令我反省嘅就係，如果喺台前我喺度唱話我一生愛你，一生敬拜你，但其實我心底裏邊冇真實嘅願意貼緊神所關心嘅人，我係咪仲係一個真實敬拜者呢？我覺得呢樣嘢係我接受唔到，所以我決定咗回應上帝。於是我進入咗禧福神學院，喺嗰度去接觸學習點樣去服侍基層。喺嗰4年裏邊，神大大翻轉咗我嘅生命。我第1年嘅實習對象係風塵女子，第2年係病態賭徒，第3年係單親新移民。我身邊有好多出自基層嘅朋友。我喺嗰4年嘅短宣裏邊，我去咗2次印度，1次印尼。我去到貧民窟裏邊，見到佢哋瞓喺泥堆裏邊。我記得我見到有一個婦女，佢坐咗喺佢自己好不堪嘅一個家嘅門口。牧師就話俾我聽話，佢喺田間裏邊捉田鼠為生，意思就係佢捉到田鼠，佢就有嘢食；捉唔到田鼠，佢就冇嘢食。而當時其實佢發緊燒，但因為佢冇錢睇醫生。我就諗，如果呢個人因為發燒，最後因為冇錢睇醫生過身，其實同我生長嘅香港其實就好大嘅落差。但係喺嗰度，佢哋係冇得揀。所以神透過呢4年嘅日子裏邊，不斷咁扭轉我嘅世界觀同埋價值觀，俾我見到點解上帝原來咁珍惜呢啲貧窮人嘅生命。因為神創造佢哋同創造我哋嘅價值係一樣。我開始明白神嘅心，亦都開始分享到佢嘅心。我好開心，上帝打破咗我過去信仰嗰種只係留喺教會裏邊喺度服侍、參加特會嘅生命，而開始真正進入到一啲神關心嘅生命裏邊。我原本讀完神學之後，就返到禧福嘅基層事工部裏邊侍奉。過咗年紀，我覺得我需要再進修，所以我就去咗信義中神學院繼續進修道學碩士，諗住畢業之後再返去禧福裏邊服侍。點知喺我畢業之前嘅幾個月，神好似呼召我去台南。我一路都冇諗過要去台南，但係越嚟越多嘅印證 confirm 呢個係出於上帝嘅呼召，所以我就同我先生處理晒喺香港嘅所有事情，搬去台南。喺2016年，我哋搬咗去台南之後，其實經歷咗好多唔容易嘅時間。我哋2個幾乎冇去過台南，我哋去到嗰度，連揾間超級市場都要上 Google 度去揾話台灣嘅超級市場叫咩名，然後靠住 Google Map 一步一步咁去揾到超級市場喺邊度。我哋喺嗰度幾乎一個朋友都唔識，經歷咗好多文化衝擊。我記得第1年喺台南過除夕嘅時候，我瞓喺張床度，流住眼淚咁問上帝話：神啊，我仲要喺台南幾多年？但係經歷咗3年之後，2019年我終於知道上帝點解要呼召我哋嚟台南，因為當時有好多香港人想移民去台灣，而原來上帝用咗3年嘅時間預備我哋去經歷晒喺台灣香港人所會面對嘅文化衝擊，同埋熟習咗點樣考車牌啦，去邊度買嘢啦，甚至已經有車，我哋可以去照顧呢啲香港人。所以由嗰陣時開始，我哋就喺台南開始服侍呢啲香港人。3年之後，台中有一間教會，因為有好多香港人，佢哋需要請一個香港嘅牧者，所以就邀請咗我去台中服侍。有半年時間，我係半職咁來回台中、台南咁服侍，跟住有2年全職喺台中服侍。喺嗰啲年間，我都會問上帝話：咦，神，你唔係呼召我去服侍基層嘅咩？咁而家啲基層人喺邊度呢？
喺台中經歷咗2年半嘅服侍之後，大部分我服侍願意留低等候嘅香港人都已經攞到身份證，而且佢哋嘅生活亦都開始安定落嚟，有佢哋自己嘅社交圈子。所以我就覺得我嘅歷史任務應該完成。當我考慮要離開台中教會嘅時候，障礙家園嘅好牧師就同我聯絡話，你不如考慮嚟障礙家園服侍。其實我喺10年前已經帶短宣隊嚟障礙家園。我嗰時最深嘅印象就係我真係見到佢哋係好落地咁去服侍基層人，而唔係 run 緊一個社福機構。所以喺跟住嗰10年裏邊，我可能1年有1-2次都會嚟呢度講道。我哋係好朋友。喺我收到呢個邀請之後，我又冇特別話我一定要嚟，又或者係好抗拒要嚟。所以喺2025年1月離開台中教會之後，我休息咗1個月，喺3月我就正式加入咗障礙家園，成為同工。喺呢度服侍都有好多嘢要適應，包括呢度嘅團隊文化啦，呢度嘅運作方式啦，呢度好多嘢都係好打游擊嘅。因為呢度同工就好似有10個煲有9個蓋一樣，每一個人都可能同時身兼數職，而且太多嘅突發情形，每一個同工咧隨時都要保衛。所以我成日都話呢度嘅同工咧，應該係全台灣最勁嘅游擊隊嚟嘅。而且佢哋每一個人都係因為愛呢度嘅家人而願意委身喺呢個地方，冇人為咗錢或者係名分留低。所以我非常之佩服佢哋。我睇住佢哋一路咁樣去運作，一路點樣喺每一個困難裏邊去為着呢啲家人去諗出路、諗辦法。我覺得喺呢啲貧寒人嘅生命裏邊，神一路為佢哋加添方式，讓佢哋可以生存落去。呢個就係我喺度見到嘅上帝。呢度服侍嘅有更新人，有過去吸毒、酗酒嘅，有被社會、被家庭遺棄嘅人，有傷殘人士，亦都有精神病患。其實喺呢度服侍好唔簡單，好辛苦。有時我諗佢哋喺社會上係被遺棄、冇人睇得起嘅一群人。呢70幾人，我哋係咪真係值得呢10幾人一路瞓身喺佢哋嘅生命裏邊，為佢哋去謀福利，令到佢哋生命可以繼續存留落去呢？但係我再三嘅反思嘅時候，我覺得呢啲喺世上人睇唔起嘅人，喺上帝嘅眼中佢係寶貴。所以就算我哋係咁樣瞓身去服侍佢哋，我都覺得仍然係值得。更加係睇到上帝嘅心意點樣成全喺呢啲貧寒人嘅生命裏邊。所以就算喺度服侍好辛苦，但我仍然覺得我生命裏邊係充滿咗力量同埋喜樂。Vincent 咧亦都喺2005年嘅5月咧加入咗障礙家園服侍，因為呢度距離台南嘅屋企咧揸車高速公路都要40幾分鐘。因為我接待短宣隊，如果夜晚好夜先至返屋企，第二朝6點幾又要揸車嚟，其實會好辛苦。所以我哋就喺岡山家園嘅附近咧租咗個小套房。佢咧就負責一啲行政啦，有時會幫手一啲生產，或者係帶呢度一個叫做不良部隊，即係壞咗 NG Team 嘅一個跑團。你估唔到啦，其實我哋啲家人咧，雖然佢哋有啲真係行動不便啦，但係其實我哋每個星期咧都會喺度有超慢跑嘅。咁佢哋跑唔到咧，就做伸展拉筋嘅動作啦。咁但係真係有一啲跑到嘅咧 Vincent 咧就會帶領佢哋，幾乎每一個星期咧出去練跑。咁我覺得呢個咧亦都好適合佢中意跑步，喺度慢慢建立家人跑步嘅一個習慣。其實跑步對家人好重要，因為過去佢哋嘅生命咧可能已經放棄自己，但係透過每一個星期咁樣嘅鍛鍊，其實佢哋開始訓練翻佢哋嘅意志力。呢度嘅家人咧亦都唔係只係等住俾人照顧嘅，其實咧佢哋每一個人都會揾到佢哋自己嘅崗位。我哋成日話家園唔係收容嘅地方，而係一個俾佢哋揾到家嘅地方。可能過去佢哋嘅生命原生家庭就係因為有好多吸毒啦，或者破碎嘅家庭，令到佢生命係產生破碎。又或者佢哋過去做咗啲錯誤嘅選擇，進入咗吸毒或者係酗酒。但其實神睇呢啲生命係需要被恢復同埋修補。佢哋需要嘅唔係嗰一餐飯，唔係嗰個床位，佢哋需要嘅係一個有愛嘅家庭。話俾佢聽，佢係有價值嘅。話俾佢聽，佢係可以照顧人哋，可以付出，可以被尊榮嘅地方。所以喺呢度家人，每個人都有佢哋自己嘅崗位，可以掃地嘅就掃地，可以煮飯嘅就煮飯，
有啲可以幫手照顧長者，呢度每一個人都係各盡其職，讓呢個家庭可以繼續運轉落去。我哋生產嘅嘢都唔少㗎，有蛋卷啦、雪 Q 餅啦、果醋啦、雪糕、雪條啦、薑母茶啦、紅棗桂圓茶啦、檸檬清潔液啦，全部都係我哋自己研發出嚟，甚至係我哋親手製造。喺呢度有兩幕咧，係我個人覺得好感動嘅。其中有一幕咧，就係有一個女家人，其實喺呢度已經咗一段時間，而我喺呢度1年咧，都幾乎冇見過佢講嘢或者笑。呢個女仔過去係經歷過家暴，而仔女亦都冇辦法再留喺佢身邊。而當短宣隊嚟到咧，我哋安排佢哋同家人有啲歡樂時光，帶遊戲同佢哋玩。我第一次見到呢個女家人笑。我覺得好感動，係對於我哋常人一啲好簡單嘅事，但係對於呢啲家人嚟講係一啲好唔容易嘅事。我諗佢嘅世界裏邊係好痛苦，但係透過短宣隊嘅服侍，由心裏邊笑出嚟。所以我覺得服侍短宣隊絕對唔係只係做啲行政嘅事，係非常之值得直接做喺家人身上嘅事。另一幕就係有一個喺度已經20幾年嘅伯伯。有一日，佢個女突然間出現咗喺我哋門口，要探佢嘅爸爸。於是我哋將爸爸帶去佢嘅面前。我經過佢哋傾談嘅地方嘅時候，阿伯伯一路喺度嗌住我，然後同我俾呢一個手勢。原來呢個係佢嘅三女嚟。個女一路對住佢爸爸，一路喺度流眼淚。原來呢個女過去一次見佢爸爸已經係10幾年前。呢個女當時一路流住眼淚。佢嘅心情非常之複雜，佢10幾年冇見過爸爸，再見返佢嘅時候，雖然佢冇好大嘅障礙，但係佢已經講唔到嘢。而當時除咗佢自己喺度流淚之外，陪住佢嘅同工喺度流淚，我喺身邊亦都喺度流淚。呢個就係我哋最期待見到嘅時刻。我哋照顧嘅家人，佢嘅親生家人，終於嚟同佢哋見面。嗰刻佢非常之激動。喺之後嗰個星期，每一次佢見到我，佢都仍然俾呢個手勢俾我。所以我哋將佢同個女嘅合照曬咗出嚟，俾佢放喺床頭，時時回味住嗰一刻佢曾經見到佢嘅家人。雖然呢啲片段唔係成日發生喺家園裏邊，但係每一次我哋見到呢啲片段，我哋都知道我哋做喺最小嘅小子身上，真係就係做喺耶穌嘅身上。我相信上帝好喜悅見到呢啲人嘅生命重新被點亮。喺度服侍，當然要面對好多挑戰，特別喺暑假嘅時候，短宣隊一隊接一隊，好多時朝頭早一隊短宣隊啱啱先走，下一隊中午就到，而且我嘅 schedule 係一路跟住短宣隊嘅 schedule。所以喺暑假期間，我可能有10幾20日都冇辦法休息。我曾經有時喺夜晚半夢半醒嘅時候，我喺度問自己話：今日有冇短宣隊？已經開始有發癲嘅情況。我喺過去嗰1年接待咗30幾隊短宣隊，400幾人。其實接待短宣隊真係一啲都唔容易，由之前嘅溝通安排行程，做內部嘅協調，到佢哋嚟到每一日好似保姆一樣睇住佢哋由朝頭早開始到夜晚結束嘅行程，有時真係幾長嘅。但每一次見到短宣隊，由佢初嚟同家人之間好陌生嘅情況，到佢哋走嗰陣彼此擁抱，喺最後分享會嘅時候流住眼淚喺度分享話，佢初以為佢係嚟付出，但佢喺呢個地方去經歷到上帝對佢說話，反省佢嘅生命。每一次我聽到佢哋呢啲分享，我就覺得我所做嘅嘢都係值得。我知道我所做嘅唔係只係行政上嘅事，而係呢啲人嘅生命喺呢度可以遇見耶穌。呢個係我生命裏面最大嘅喜樂。除咗接待短宣隊之外，我都負責家園嘅一啲媒體設計同埋製作。包括設計一啲海報啦，又或者係做一啲短影音，或者係拍家人嘅故事。當然10幾年前拍片我都係自己喺度玩，但係而家啲要出街嘅，所以我好努力咁樣學習啦。尤其是拍攝呢啲家人嘅生命故事嘅時候，其實我好感動。好幾次我自己喺度剪片咧，我都爭啲喺度流淚。
我係睇住呢啲家人喺佢嘅故事裏邊，佢點樣遇見上帝，然後神點樣翻轉佢嘅生命。我相信一條影片可以感動到人，唔一定係因為佢嘅器材、拍攝技巧或者剪接嘅技巧，而係因為呢條片先感動到拍片同埋剪片嗰個人，呈現出嚟先至可以感動到人。我見到上帝從來都冇諗住要放棄呢啲咁樣被社會上遺棄甚至睇唔起嘅人。而今日我有機會去用媒體嘅方式，令到佢哋生命裏邊發生嘅事，同埋神喺佢哋生命裏邊做嘅事，可以被傳揚出去，俾人見到。我覺得呢個係我嘅榮幸，所以我非常之用心去做每一段影片，雖然真係要花好多時間。喺1年幾前，牧師邀請我加入障礙家園嘅時候，其實我已經同佢傾緊有咩方式我可以用自籌薪金嘅方法喺呢度服侍。大家可以想象喺家園裏邊咁努力生產，而喺冇政府資助嘅底下，家園嘅運作資金係非常之緊絀。我哋除咗要負擔家人嘅飲食啦、醫療等等使費之外，我哋仲起緊一個工廠，希望俾佢哋作長遠嘅居身之所。所以其實家園嘅經濟亦都係非常之緊絀。我個心意係，其實我背後嘅資源比起家園嚟講係非常之豐富。我唔想再用貧窮人裏邊嘅資源去供養我，所以我好希望我未來嘅服侍都係用自籌嘅方式。所以特別想邀請大家一齊禱告，考慮去加入喺我嘅服侍裏邊。我相信宣教就係有前線有後方，當然大家冇辦法好似我咁可以好前線咁去接觸呢啲家人或者接待短宣隊，但係喺後方，你哋可以透過禱告甚至奉獻嘅方式去支持我喺前線嘅服侍。其實你哋一樣係參與緊服侍貧窮人嘅工作裏邊。我相信上帝非常之喜悅你哋一路用心咁與我哋一齊同行。如果頭先你聽完個分享，覺得有感動，想同我一齊同行，你可以參考以下幾個方法。第一個就係關心障礙家園。障礙家園係一個前線服侍緊好多有需要人嘅地方，但係同時我哋亦都面臨好多困難同埋挑戰。所以就邀請大家先為障礙家園禱告。我哋嘅同工需要有健康嘅身心靈去照顧呢啲家人，同時我哋都求主俾我哋有智慧，點樣去幫助佢哋去過渡好多難關，亦都要求神為我哋喺各處開路，讓我哋有資源可以去服侍佢哋。第二，你都可以選擇奉獻俾障礙家園。你諗下，每日我哋有咁多人需要被照顧，佢哋嘅起居飲食、醫療各樣嘅開銷，甚至係同工嘅薪酬、工程嘅費用，喺冇政府資助嘅底下，其實我哋已經好努力去生存落去㗎喇。你哋雖然冇辦法喺前線嚟支援我哋，但係你哋卻成為我哋後方裏邊非常強大嘅後盾。你哋可以透過復興教會將你哋嘅奉獻交俾障礙家園，不過呢啲奉獻係冇辦法可以開到香港嘅扣稅收據嘅。第二，當然係為我同 Vincent 禱告啦。我哋每一日喺家園裏邊都有10幾樣嘢一齊飛埋嚟，所以咧我好需要有智慧做啱每一件事情。同時，因為我哋服侍嘅時候喺高雄，放假會返台南，我哋兩邊咁樣奔走，其實亦都會造成我哋心靈裏邊嘅唔穩定。所以有時我夜晚都會發夢，成日發埋啲 troubleshooting 嘅嘢。嗰啲唔係喺現實中真係需要處理嘅嘢，但就反映咗其實我裏邊都有一啲拉扯㗎。如果你想用實際嘅行動嚟關心我哋，都有好多唔同嘅方法嘅。第一就係你去高雄玩嘅時候，可以抽空嚟家園探我哋。我哋喺高雄係冇朋友㗎，所以咧你嚟探我哋咧，我哋會覺得好親切嘅。又或者嚟家園小住1、2日，甚至係帶團4日3夜或者5日4夜，實際嚟體驗來家園短宣，你就可以知道我哋喺前線真正嘅運作係乜嘢，或者我哋經歷緊啲乜嘢。之後你哋對我哋嘅關心同埋禱告亦都會更加貼切同埋實際。另一方面，你亦都可以考慮支持我哋嘅需要。而家我哋每一個人嘅薪金大概係每人7000幾蚊一個月，同時我要供養父母啦，又要養車啦，另外仲有租金大概係5000蚊港幣嘅。歡迎大家慷慨解囊。除此之外，我發覺原來媒體喺呢個世代係好有影響力嘅。所以除咗幫家園拍片之外，我自己都開咗個 channel 叫做傳道人真心話。
你可以喺 Facebook、IG 同埋 YouTube 嗰度揾到呢個 channel， 所以而家就去訂閱咗佢，跟住幫我撳個 like， 等演算法可以將我啲片推出去。如果你覺得呢啲片真係可以影響到生命嘅話，都歡迎你投資落去我呢個 channel 裏邊。譬如話，我而家用緊嘅燈同埋相機，其實都係有肢體奉獻出嚟嘅。同時，我都需要用好多 AI 嘅工具啦，同埋剪片嘅工具，所以歡迎你投資落去呢個 channel 裏邊，等我可以做得更加好。期待喺未來嘅日子裏邊，透過你嘅禱告同埋支持，讓我同 Vincent 喺服事上邊越嚟越得力，並且更多嘅生命得到祝福。Amen。